4月1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認真、好沉穩、好守常規、好有信用嘅人嚟嘅。你中意喺幕後策劃同埋統籌所有嘅嘢，你中意帶領團隊。你個人唔怕煩，做嘢咧好目標為本嘅。你個人好有安全感，做人處事嘅態度咧表裏如一。你所有嘅表情啊、情緒啊都會寫晒上面嘅。而感情方面咧，你係一個好忠誠嘅人，你會為對方着想。好多時咧，你拍拖嘅次數唔多，你就會結婚㗎啦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嘅生活比較低調，同埋咧會好中意掌控屋企人嘅喎，就好似咧覺得咧你同你公司嘅團隊一模一樣，你覺得需要 manage 監控啦，佢哋先至可以茁壯成長嘅。而喺性嘅方面咧，你又可以拋開到一切嘅喎，同平時嘅你完全唔一樣。平時一個好紳士嘅你啊，一個好淑女，當進行性活動呢方面嘅時候咧，你係完全唔同嘅。而喺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都好 OK 嘅喎，因為你唔怕煩，你個人唔計較，做嘢所有嘢都唔馬虎啊，咁所以咧好容易揾到錢，亦都唔愁錢嘅。你自己有你嘅一套金錢觀，你有你自己一套金錢嘅計劃嘅喎。咁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好中意掌控所有嘢啊，無論係你工作上面啦、你嘅屋企人啦、伴侶啦，你都覺得我要 manage 一切 under 我嘅 manage 咧，先會慢慢好穩定啦，同埋好好咁樣發展嘅。咁但係咧太過於掌控嘅話咧，你就忽略咗人哋嘅感受啦，同埋你好中意一次過去處理好多嘢啊，咁會令自己咧心力好交瘁，會令到你自己好容易好攰嘅。放鬆到嘅話咧，你嘅人生就會舒適。